来继续来看这个大问题，无去金门，是到台北大直的中历史。记者甲问讲，是毋是为着要来闪，一直要约啉咖啡的郭台铭呢？大问题讲，大家拢是朋友，约啉咖啡无啥问题。只是823是一个纪念活动，无需要武甲袂输是选举的造势活动。大问题讲，伊无赞成去缴获，就是无需要去斗闹咧制造麻烦。另外，媒体上新的民调，副总统赖清德的支持度超过4成，侯友宜嘛比顶回加一丝丝啊。不过，大问题25.8%是比顶个月较落降。大问题是真定着，伊讲民调无准，即摆就看我民进党的媒体咧拍倒一个，讲这较准。823纪念日这一天，国民提来到大直中历史吊唁先前，即摆无来到金门含郭台铭侯友宜共庆，选择留伫咧台北，感觉是挑干要闪过党的。都是一个纪念活动啊，不需要搞成好像选举的造势活动，所以我个人是不太赞成去缴获，就是何必再跟大家混在一起，喝咖啡是都可以的，只是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我发现我们那个行程1个礼拜前都全部塞满了。喝咖啡，我跟你讲大家都是朋友了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条件啊什么的，轻松一点就好。面对郭台铭被邀请去啉咖啡，国民体的态度是真大班。不过正式宣布未过高配了后，上新的民调出来，4卡队战局之下，大清着40.56%，暂时排第一。国民体23.13%，还有其22.16%排第3名。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8.96%，支持度剩无到1成。另外一边，若是排除郭台铭3卡队情形下，7、8月民调对比，大清着8月超过4成支持。国民体是降到29.8%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小可加关1.5%，国民体小连续2个月民调降落来，这个月嘛降2.54%。看民调不准啊，看那个媒体上把那个绿媒打谁打最凶，这个比较准啊。感觉民调数字无啥准，选举步调在角起，一流823纪念这个活动，国民体选择无想要和别个对手阵营同款，要来行出家己的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